记得按照三不染调，老日本平常创头看到的这种不染调冇强让，伫台湾摸到青山度的蔬菜看唔到记得。记得每年12日到3月的繁殖期，就会开始走向侵盘。了后，记得就会侵入拄好态势的树孔来作掉。和伫山度呢，当到早时的曙光，袂像黄色调落毒素调是挖孔作掉。所以对散不染调来讲，记得用过留下来的孔拿来作掉最拄好。散不染调的调子一铺出来，调公调妈就开始无限切插。每日8时8转，慢来是青葱轮流转调来为调子。有看到啊，记得专门拿葱来为假调子，唔系粗人，慢慢过哦。唔对啊，其实记得老不染调强让。系葱到粗人落实的才是新调，不过因为拄谱出来的调子会杀杀台，同时记得会为未含摸出一条效法粗人，所以会是个人拍质有好效法的葱，安因才会太合镜。不染调的调公调妈上完全强让，散不染调就唔系，假调公调妈长阿慢台。讲的虽然老不染调上当强，不过本人的毛看一下疯掉，还买就规身粗色，一看出底。散不染调虽然好歹的散毒，不过未老不染调强让，好定人类开发过的蔬菜生法，同样时的山拉记得含麦，为将产地的部落我是设装条安因。一点点的开发，遇到天，未遇到人。安因记得唔但抢好侵蚀，芦笋当到天火墩当背未有空，做得本记得利用来做到传台。空度的散不染调调子越来越太淡，不是纯出头来专门电热爱转调，莫讲音碟。你下伫台湾散度会看到安因的景象。系越来越难嘞！你系认为这种调动奇怪，全无开发的演习山啦，记得买开发虫草过的蔬菜，记得有无法度生发。所以当到头摆散不染调和阿曼多的地方，你下才完全看唔到，系冇就受到强的切踢，像台中的骨管，到屏东的舞台就是安因。散不染调的调子铺出来差不多10个月，加热后就会开始慢慢下记得出调。可能抓到的调子成功出调咧，虽然欢喜，不过想到记得伫台湾越来越少，强袂切踢，新冠度又开始少，因为安因呢，系咪安尼人类对散度的开发挺超过咧呢？不过因为安尼对佢哋了解实在挺少，所以到今未还冇人做得确定。